问题。好啊，大家午安。哇，这个时间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办法看台哈。没关系，那就补档的朋友，大家好，你们好。今天这个时间1点这个时间，其实也是精挑细选，因为其实以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在开始上班的。对，那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梦回咖啡店打工的日子，所以当然我们就是没错，对我来说更有感觉，就是我们直接连时间都重回到我们平常打工的时间。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玩看，到底我们就直接来玩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有多逼真的游戏。好，今天很皮哦，今天我的手机一直给我停止运作，好开心能见到，才刚讲好的，我们是一个新来的咖啡师耶。好，这是我的竞争对手是吗？你的咖啡店就开在我对面，太扯了哦。好，第一天当咖啡师感觉怎么样？紧张啊。好，那我们现在要来，会不会太大声啊？应该是还好，太棒了！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意式浓缩。阿峰安，欢迎中岛吃饱未？你吃中岛未？意式浓缩，好烦啊！意式浓缩咖啡，好，他还是会教一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一生下来就会做咖啡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的，每一种食材都要付钱。腰不会喝，怕自己腰艺术是说腰是吧？腰不过腰不会记啊。好，我们之前店里的机器更方便，它是直接在这一台上面按一按，它就直接上面就有那个豆槽，它就会直接把豆子磨好了。好，但应该有一些店就是这种的啦，就大家如果有在喝的话，应该也有看过，有一些是要自己我直接用太少有点酷啦，你也当去买啊，超商都有。好，它的这种是要，等一下他说他意式浓缩，所以我们意式浓缩，台湾应该比较少有人单喝意式浓缩啦，比较少，但是也是点得到。然后其实喝起来蛮特别的，大家是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它就真的是只有一小杯，就差不多就是一小口，虽然它很烫啦，就是它刚浓缩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烫，但是意式浓缩这种东西，我们先看它觉得好不好喝。我刚刚那个粉用太少了，应该是蛮难喝的。对，我刚刚在说什么？我刚刚说意式浓缩，就是意式浓缩这种东西，它刚煮出来之后，它不能碰到空气太久，所以你点了之后，你要马上把它喝掉。它是一小杯一小口，你要马上把它喝掉，不然它味道就会变了，它就会变苦掉，就很难喝了。所以总之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试试看意式浓缩的话，就请记得点了之后马上喝掉，可以试试看。Albert 中岛平安欢迎，齐耀嘛你好，欢迎，是不是上次你也有来？上次我在2月28号开直播的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有出现，好久不见。我们今天要来做咖啡，因为阿慧之前是有在咖啡店打工过，然后听说这款游戏就是还原的非常好，可以让我重新体验之前在打工的感觉。我想说好像蛮有趣的，我们就来玩看。世界咖啡协会，好的，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考试 ，OK， 有点意思。好耶，开业大吉，不可能吧？我们今天就只卖这个意式浓缩吗？好烦哦！今天他真的一直在那边给我，好，我们没关系，我们努力。一杯浓缩咖啡，好。看来今天能玩的不错。我们今天就是第一天，就是只能一直做意式浓缩而已。好压好。那有一些那个比较先进的机器，它甚至可以直接帮你自动量时间，你就不需要
像他刚刚那个按钮，你还要自己在正确的时间停下来，不然他继续把那个，他继续冲，然后冲出来就会水太多，就不能，就是味道就不行，就是不能给客人的。什么只有还行而已吗？我怎么觉得我刚刚做的应该很标准啊？不可能，我刚啊美式啊，终于有不同的饮料可以做了吗？好耶！我们现在来介绍美式咖啡。你会做浓缩之后，你就会做美式了。好，怎么变成我在教大家做的感觉？好怀念哦，好怀念哦，这种教新人的感觉。哎，社畜安安你好，太棒了太棒了！今天大家都是我们的新进员工，现在阿辉在努力的教大家做咖啡。之后可以升级吗？可以，我其实有偷玩一下。它后面随着那个你游戏玩的越后面是会解锁一些升级。没错，哎，社畜1号你很懂，浓缩加热水就是美式，对，没错，就是美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啦。不是这样讲，就是美式是比较简单的饮料。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浓缩在里面嘛，我们把浓缩直接做在那个马克杯里面。那我们就倒热水，没错，就是这样。我会努力浇热水啊，来这样就好了。来一杯米小咖啡，这样就可以了啊！真的很久没有过这么好喝，谢谢你啦，是你唔甘嫌啦。啊那阿峰讲啥？为了省成本，豆换豆干，你要确定？你喝喝看好不好？你先煮煮看，你喝喝看用豆干泡咖啡看行不行？请问你怎么称呼啊，朋友？林俊杰，等下要拿版权炮直接处理我吗？然后我记得这游戏不能打汉字，这游戏没办法打汉字。好，不过我不知道那个咱哪怕有调符的，我们等下敢没当啊？不行，有声调的也跑不出来。好，那我们就这样罗马字，然后还没有声调。单灰记好。刘克家长午安，你好，我们现在要来表演，就是我之前打工的时候都在干嘛？太棒了，单慧记，我可以叫你阿太，好，你可以叫我阿慧。我为什么会跑到咖啡室？因为我想开台，我要蹭一下这个游戏啊，单的就算咖啡吧，反正就是咖啡。没错，我爱咖啡，太棒了。我怎么来的？开车坐飞机，我知道，我用手机在玩我的手机。台湾会讲拼车吗？台湾会讲拼车吗？我也不知道。好吧，反正它的繁体中文就这样。没办法，没有台文给我选，我有什么办法呢？好，他话好多，高威。不会哦，台湾不会讲拼车哦，我也记得，不是讲共乘吗？应该是讲共乘吧？台湾应该都讲共乘，对不对？大家如果觉得很烦，我等一下可以把它改成英文。你们要我改英文就跟我讲，我就把它改成英文。我就想说，好啦，好像没差吼。就是我本来是想说大家可能中文比较看得懂啦，但好像差不多嘛。我还可以顺便变英文小教室哎。好，我们等一下改一下。我不要开广告。我又没有拿广告费，我开台还要看广告哦。我们改成英文好了啦。他直接马上改，你看后面那个字哦，好，来，我们速共乘并桌啊，对，并桌，对，我们是讲并桌。好 ，WCA 的那个考核就马上要开始了。这个人2个礼拜前也开了他的咖啡店，只是怎样？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每个人都在给我开咖啡店。好 ，Good for you， 你送的好，因为我们是菜鸡，所以我们的咖啡店都还在试营运嘛。那这个 WCA 什么国际咖啡协会要来考核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符合这个咖啡室的标准。那如果我们有过的话，我们的咖啡店就可以继续开啊，不然应该就是会被赶走这样子啊！太棒了，我们该取名字了，那这个就叫灰咖啡好了，随便取一取，太棒了，好棒啊！还有叫 Carl's 咖啡，差不多嘛。好的，你是 Carl， 好久没讲英文，好退步了对啦，灰咖啡，对啦，差不多啦。哇，好棒哦 ！Carl 有做功课哎，他说你知道咖啡是长在树上的吗？好，谢谢。
灰咖啡会烧焦，我们那个火候要控制啊，那个叫什么？烘豆的时候就是你全部都烧焦，是不是？浅焙直接变深焙，深焙直接变木炭。没关系，有些人就是喜欢喝有味道的，有些人喝浅焙就觉得没味道。咖啡不是长在田里吗？咖啡不是像地瓜一样从土里面挖出来吗？我不知道啦，我是觉得应该是长在咖啡树啦，然后咖啡树应该是有咖啡果啦，啊，咖啡果里面会有那个咖啡因啦，所以咖啡果才是因，咖啡因才是果哦，咖啡因是果，对，他们是有这样因果关系。咖啡果才是咖啡因，咖啡因才是咖啡果。谢谢大家。咖啡树表示对，都对，你说的对。哦，他这个是直接商业间谍，他就等一下，他就直接跟我说我是开另外一家店的人，那我现在要喝看你的咖啡，你确定？你真的是商业间谍，没有在演的那种啊，当然随便好，对，咖啡因果悖论有没有？没错，真的咖啡因果悖论，好乱。咖啡还真会玩，好麻烦哦。他就不能给我那个比较高级的机器嘛，就是直接会自动帮我从豆槽磨豆子的。我已经被我们店宠坏了，我觉得还要自己从旁边磨再放进来，好麻烦。他至少没有叫我倒咖啡渣，已经很仁慈了。来啦，拿去喝啦。好，教科书等级这么好，太棒了。不是机器煮出来而已，应该比较不容易做错。好，他要去读书了，慢走不送。好呛啊！这个人直接跟我说 Carl 的饮料很好喝，然后我现在有个选项就是所以嘞，对耶，你跑来我的店跟我讲 Carl 做的饮料很好喝，你是什么意思？所以嘞。好，他喝冰美式 ，OK， 冰美式。好，我们怎么做冰美式？就是我们先用那个意式浓缩的小杯子，然后把它倒进那个大杯子，然后再加水加冰。没错，我们这个小的玻璃杯，我们店里面都叫它 shot 杯。那个 shot 就是跟那个好像有点太满，就是那叫什么？跟就是。烈酒不是有那种也是 shot 嘛，就差不多一样大小，对，它是一样，我没按到，它是一样的字，就是那个 shot， 所以我们这个咖啡一份浓缩也是叫一个 shot。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 shot 杯，因为那个大家讲话都贪快嘛，我们就直接省略，我们不会讲 shot 杯，我们都讲 shot 杯。好，反正 shot 杯进去之后，没错，就是倒冷水，他没有跟我说冰块要多少，所以我只能凭感觉。他有说2匙冰那我一定是可以先加冰再把它补满啊！漂亮，好真容易，不是他很没耐性他现在已经给我50%，开始傲嘟嘟。银白你好，欢迎你今天来看我表演做咖啡。我终于到我的可以假装算是比较专业的领域了，假装一下。虽然我也是做打工仔咖啡，没什么了不起，对，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espresso。哪有那么多人在点 espresso？ 不可能，哪有那么多人喝得懂啊？我之前在打工的时候，大概1个月能有1个人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1个月能有人点1次 espresso 就已经是很多了。这个真的，至少在台湾应该真的没什么人在喝。有没有人喝过的？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蛮好奇的。你只有给我点冰水嘛？他只要冰水，你要确定只要冰水也要收钱哦，2.25元。好了，冰水简单，冰水谁都蛮会做。来，给你整杯都冰。不行哦，他只让我加到2匙冰，有够小气的。你要 double espresso， 真的你这样喝因为之前我们那个客人，也只有1个人在点，就每次都是他，就是。他也是点 double 的，对，没错，也可以讲，大家有看啾啾吗？对啊，1份喝不够，没错，而且有一些店它的计价方式是那个 double espresso 的价格比你点2杯 espresso 便宜，但它其实就是2杯 espresso，
对，所以这样点比较划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 JoJo 里面第5部有一个叫 Doppio 的，是那个反派的其中一个人格叫 Doppio 就是意大利语的，应该是2份吗？反正就是2倍的意思。那对，有一些咖啡店的那个 Double Espresso 也可以，也叫 Doppio， 同一个字哦，同一个字。因为第5部很多人名都是从食物来的，所以我想可能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好，来，你要点什么？哦，没有，他不是要点餐呢，他叫 Benji， 然后他是做 APP 的，然后他是帮我们送牛奶的人啊。我们之前店里面那个送牛奶的人，我们都叫他奶爸。对，应该是他是男生，然后他就是会把很多牛奶扛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冰箱里面，然后大家都叫他奶爸。很可爱吧？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觉得超可爱，但是又很好理解，真是个很棒的简称呢。Milk pitcher， 好，我没有那个蒸奶的那个机器，没关系。然后他直接送我一台，屁啦，怎么可能？哪有这样做生意的？好，我现在可以做 latte 了。啊，没有，他只是送我那个叫什么？蒸牛奶的钢杯，我们都叫它奶缸。好，反正只要热饮料，我们都用马克杯嘛，这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对，也可以打奶泡了，太棒了。你们听得到这个游戏的声音吗？这很重要。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声音要给大家听。好，我们一样先磨豆，压好。听得到哈？好，太棒了！我确定一下，因为我刚开台晚了1分钟，就是因为那个我们的声音截取有点问题，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对，如果认真听的话，有去咖啡店认真听就会知道它有一个滋滋滋的声音。好，我们这个就叫奶缸啦，它就是那个蒸牛奶的缸杯奶缸。然后这个游戏有一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有一个 bug， 我们等一下再讲。好，好玩的来了。我们这个蒸奶要怎么蒸？大家知道，你当年有当过你有在咖啡厅做过的，难怪你很懂。那你一定知道我要讲什么。等一下那个我们蒸奶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它会把蒸汽打到你的牛奶里面，然后它除了帮你加热之外，它还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会把空气打进去，它就会有泡泡。没错，就像你搅拌鲜奶油也一样啊，就是它会发泡，就是因为你有把空气拌进去。那总之，我们等一下打气的时候，我们要帮它充气，让它里面是有气泡的，它才打得出那个绵密的泡泡。那打出绵密的泡泡，你喝这个咖啡才会有奶泡。然后如果之后要拉花才有办法拉。好，那我们充气的时候怎么充嘞？哇，奶爸直接没耐心，我讲太多话了，他现在已经50%不爽。好，有听到一个吱吱吱的声音，是有点小声啊。你们听得到吗？可是我少讲点屁话，你们就听得到。好，那空气打够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再戳到比较下面一点。就是我们刚刚充气的时候，那个这根棒子，它出蒸汽的地方是比较靠近那个表面的，有点小声，是不是？好，转大一点给大家听。这应该可以吧？有吼，好，我转较大声，大家应该较听有。好，那我们这个奶就可以。对，不然它就一直充气，就会变超多空气哦。那你的拿铁就会变成 cappuccino。没错，啊不是，哦还没到是不是？好，这样才到，差一点。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进去。哇，直接不拉花倒进去。没错，我本来就不会拉花，我做出来都长这样。太棒了，我们现在有一杯拿铁了。啊好，他觉得还不错，很好。好来，你要什么？塞车，然后你要拿铁，好。来杯拿铁，不加糖不加奶，不加奶就不是拿铁。这好像有稍微红一下吧，这首歌真的是有做过咖啡厅的一定会一秒吐槽，或是有喝过拿铁的应该都会吐槽吧。
你也不会啦。好，我觉得那个太难了。那个如果有加薪，我就会学啊，没加薪就算了。不加奶拿铁什么，那就叫 espresso 好吗？然后我发现它这个游戏啊，等一下我们再冲一次哦，大家听清楚哦，刚刚没听到，再听一次。我们先给它表面给它充气，然后再给它下去，然后这个就是在加热跟搅拌，它就应该会有一个漩涡，大家看得到吗？好，这杯奶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倒下去。好，一杯拿铁，一杯拿铁好啊。OK。来下一位，他直接分开点呢。他说我要一杯热牛奶跟一个 espresso， 他直接分开点呢，为什么啊？好，没关系，你开心就好，是可以啦。会有乳糖不耐又不想喝那么浓的咖啡，所以拿铁不加奶。你可以换豆浆啊。有一些店有，而且现在很流行那种什么植物奶嘛，现在很多咖啡店都有那种燕麦奶，或者是杏仁奶，或者是还有什么奶，我现在想不到。好，反正就是可以试试看啦。啊，我是有听说过有人乳糖不耐，啊，直接喝美式又会拉肚子，啊，又不喝豆浆的，那就没办法，那就没得喝。条准讲拿铁拢爱添牛奶，哎，一定爱啊！拿铁若无牛奶都不是拿铁。哎，我怎么不能拿杯子？我还要先把它抠下来哦。好了，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改善，但是已经很棒了。好，来拿去。最常见就是对嘛，燕麦奶、杏仁奶、倒零。对，他想自己拉花啊，原来是这样子哦。他想自己拉花，可是我哦，好吧。Americano 好，来一杯美式，他没讲冰的热的，但是好像至少欧美就是没讲的是热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是啊，我记得欧美是没有讲的话就是热的，那我们就做热的给他，他如果不爽那就不爽。哦，真的假的？某天厂商请咖啡，你不知道你就喝了，结果就落塞，好吧？那你以后可能就知道，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咖啡白白的，那他是要美式，做错了，非常正常。这就是我的打工日常，就是一边跟同事聊天，然后就做错饮料了。没关系，做错了可以自己喝掉，好赚。没讲就做热了，再啰嗦就给他冰块，真的真的，总比那个冰的你就比较难处理啊。它冰块就已经融化，而且如果是冰的，你又没办法拿回来，再加热。基本上因为食安的关系是不能这样子，所以。笑死，还敢分心？哪次不敢？他不会克诉我，没关系啊。哎，没有要看广告，谢谢。哦，什么人？怎么又是你？怎么样？哈？给我看着。对。我们那个咖啡店的话，那个做错没关系，做错就是你可以偷偷多喝一杯饮料这样子，不要太夸张就好。对，但是有一些行业是不可以的，有一些行业做错的话，那个会有人的人命的问题的。我知道。真的，在那边吹，你可以去 Seven 买啊。等一下，现在在车底看到什么？有尾巴的东西，可能是猫吧。不是，你就带我来看一下那个，你想要抓一个猫，然后你就跟我说没关系，你先去忙。那你干嘛带我来啊？那你干嘛带我来？好，回去上班。对啊，但是真的常会觉得就是你来买，你又在催，你就不是你很急，你就不要买。咖啡就不是可以。它就不是罐装咖啡，它就不是你拿来就可以走的东西。你来，你就要心理准备，要稍微等一下。哦，真的假的？我上电视了，他说那个 CNS 电视台提到了我的咖啡店，真的假的？好，反正他要拿铁，好拿铁。
发现这游戏有一个小 bug， 就是也不是说 bug， 就是等一下我刚刚没充到气。他刚刚教我们做的时候，这有点太热了。他刚刚教我们做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先做浓缩，然后再蒸牛奶。其实不可以这样，因为那个就是刚最一开始做浓缩的时候有讲到，就是他直接铺路在，太早按到了。算了，随便喝，你随便喝，我随便做，你随便喝。不是。真的是不能一边讲话，好好笑。可以耶，他可以这样倒哎，那没事，那没事。好，你随便喝，你随便喝。大约是拿铁。他超不喜欢。记得有次发现好像有错误，所以下班开车40分钟去病人家换药。哦，这很有职业道德。但确实应该是不能那个。如果直接装没事好像也不行哦，真的是会出大事吧？我们的话就没有，我们的话就是客人有意见自己过来换。他只要热水，他花钱买热水，真的假的？喂，不要乱讲话！来，多喝热水。拿铁2杯拿铁，好。做一下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是超古早广告歌，有听过吗？终于来了正常了，他点2杯，确实正常多了。太老了哦，这是我家人跟我说的，我自己不知道哦，我真的不知道，我没那么老哦，我今年6岁。钓鱼大师真的你愿者上钩，我有什么办法？这游戏有一个重大错误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那个浓缩倒进去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在那边蒸牛奶，不行哦，不可以哦。为什么不行？因为那个浓缩它不能在空气里面放太久，它在空气里面放太久，它就会苦掉，它就会变非常难喝。就算你再把它加牛奶进去，它就已经是苦掉的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对，香气就跑掉了。没错，它口感就会大打折扣，所以不行。所以其实可是如果我们先蒸牛奶再萃，我们都讲萃，因为是萃取它嘛。我们先蒸牛奶再萃咖啡的话，那个牛奶又会冷掉，冷掉又不能拉花，就是它会冷掉，然后它的那个奶泡又会跟牛奶分离，又不能拉花。对，没错，所以通常正常情况是同步进行。但这游戏很绝，就是一般想玩游戏的人不想要那么忙，不想要体会那个真的在上班的感觉，所以他没有还原到这个部分，也好啦，也好啦。好，就2杯拿铁，没错，所以正常来说是同步2件事一起做。才把2个都是好的状态把它混合起来。Espresso 好，对啊，会变沙威玛传奇哦，很好玩呢。沙威玛传奇就是玩到手超痛好可恶的游戏。但那时候我是自己先偷完之后，我就想说好啦，开一下台，自己偷完之后又开台玩我就把那个记录删掉，再开台玩给大家看一次，神经病。对，击剑岩传奇没错。不知道复健科有没有因此生意变好？耶，他很喜欢，请给我小费有他小费款。太棒了 对 WCA 送我礼物我得到了一个 Espresso 的招牌，什么意思？代表我的 Espresso 很好喝吗？一天，大家都在疯狂的练级，疯狂的打怪就我比较闲，而且，我可不可以把这个游戏？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等我一下，我好像可以把网络关掉，你们等我一下。
我应该可以把网路关掉哦。网路关掉应该就拿我没办法了吧？等一下，我要怎么关？你们等我一下。网路在哪里？哎，好哎，我可以把网路关掉哎。这样逃得了吗？不知道，因为他如果有预先下载的话，就拿他没办法。我们就希望他没有，我们就希望他没有预先下载。好，所以我可以把这一块扛棒装上去了。真的有哎，他会不会先做好不用网络？有可能哎，他有可能会预先下载，偷偷下载一些再来播，因为好像现在蛮多游戏会这样子的，我们就看缘分吧。西搞西担灯哈，无米才煮含鸡汤哦，到时候才知道。我都没有来看他的新闻嘞，好像不是很重要。我喝一下水，今天早上喝太冰了，所以我现在喉咙紧紧的。好，请问你是谁？他是 Judy， 他是 WCA 的试炼嘛？他是考官是不是？Internal Panic。哦，他会教我做咖啡，好，太棒了。然后如果有评审看到我做的不好的话，我就不能继续，我就会被赶出这个 Coffee City， 被赶出这个咖啡市啊。然后，但是如果过的话，我就可以开店。好，太棒了。Max 是我的第一个考官。好哦。他要 espresso， 好，这个人惹不起耶，这个人，他应该是我们的考官还是什么协会的重要人物吧？应该要稍微认真一点。啊，没有完美，真拿你没办法，我就只好稍微认真一点做咖啡好了。好，太棒了，你的 espresso， 喂，拿去。啊，可以，太棒了！哎，这是我们的奶爸，对不对？哎，是他吗？应该是他吧，他的是奶爸吧？啊，这游戏有任务是不是？所以他要帮我装一个任务的 APP。他也要 espresso， 好，这个人惹得起，这个人可以随便做。好了，我们还是好好做啦。没有，我以前那个一定没有这样子，一定没有看哪个客人可以随便做就随便做给他，一定没有这样子，大家不要怀疑，问就是没有这样。耶，来你的 espresso。哦，什么人？Water down。什么意思？他的 espresso 要加水啊，不就美式吗？所以你是要冰美式吗？你怎么不直接讲？你要冰美式？但是确实，之前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客人确实他会用很迂回的方式告诉你他要喝什么，比如说他想要那一杯什么黑色的，然后上面有加什么料的，他可能自己不知道那个饮料叫什么名字，那也是没办法。确实他可能在考我，对。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叫熟客的，就是他会比较常来的。然后我们有一些熟客让人有点困扰，就是他认为你都应该要知道，哎，我这个是错误示范，然后照理来说应该会先垫水才加冰块。好，没关系，这只是个游戏，不要太在意。不接受熟客客制化，对，但是我们那个熟客他不只是要客制，他也要客制化，没错，对。然后他只给我8分嘛，满分10分只给8分嘛，好严格。反正就是他就是会认为我应该要知道他想喝什么，然后他只要一出声音，他就认为那个店员就应该要知道他今天想喝什么。虽然他几乎都点同一个东西啦。等一下，这杯做坏了，算了，随便喝。
冰热交错，杯子要破了。对，不能直接给它那么烫又那么冰，不太好。还有 espresso 对，好。反正那个熟客就是会以为，哇，他直接说 trash 耶，好凶哦。什么意思？他是咖啡极简主义者，所以你是要 espresso 吗？好，对，好。反正那个熟客他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啦。那个我觉得刚刚被他骂合理啦，我确实做的蛮烂的，我那个粉都没多少，我就给他煮下去了，是真的有点烂，确实是垃圾。不是，只是这游戏你没加满，他不让你补哎，没加满你就只能用那个去做哎，你还不能直接丢掉哎，那个游戏有点严格啊。好，反正就那个熟客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餐饮的流动率都比较高，所以有时候来的人是新人，他哪知道你要什么啊？就这样，哇，他这个人给我讲一样。还有一个 espresso 加冰水，怎么不直接讲你要美式？喂，不行啦，客家也没有每个都这样，不行。我们现在2025年了，我们还是要稍微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笑话，我很怕被骂。等一下，滑鼠不太听话，有了。好想做新饮料，怎么都这么无聊？可不可以赶快升级？没关系，大家骂你就好。原来你喜欢被骂，你早说，下次我一定开骂倒台。对啊，我快要人形化嘞！你不觉得人形化之后开骂倒台比较有市场吗？该了吧？等我那个下礼拜一变成人形之后，我可以来开骂倒台了。你们有人要吗？有人想看吗？没有就算了，我就问问而已。干嘛问号？干嘛？Cool down with the ice 啊，冰美式，不用怕啦。我骂人有很可怕吗？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开过不然还是我要开那个骂倒台的相反，开放大家骂我，被骂台会惊哦，免惊啦。你如果真的很不想被骂，你就是不会来看台而已啊。结果受伤的也只有我自己。算了，不开了，开了大家又不来看，还是不要开好了。哦，他这个在闪红灯什么意思？我已经打烊了，这种客人最讨厌了。打烊的时候来的客人最讨厌了。好啦，我们还是做给他啦。标准错误示范，请大家不要这样做。应该是水加到该加的位置，然后才可以放冰块。好了，至少他很有礼貌，他说我做的很好喝，那没事。打烊就给他冰水，打烊就泼他脸上，没有啦，不可以。到底会不会叫我看广告？哦，逃过了吗？逃过广告嘞，好赞哦！好我们逃过广告了，早一开始就关起来，真笨。可以做新饮料了没？快点！什么？他直接说了，菜鸡我不想的啊，就是 Max 吗？那个我们的考官很凶的 Max， 你好，你谁？他是 WCA 派来的考官啊。哦，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强的咖啡师好。他在教我拉花了 ，Latte Art 就是一个单灰记不会的东西，教我们拉花。好好，我们要来做新型拉花了。那我们就要先从我还是把它做的逼真一点好了。逼真一点的话，我们店里都是先蒸奶。蒸奶，然后我们店里的咖啡机，其实你在蒸奶的时候，我们刚刚有一个步骤，我们刚刚是先在表面蒸嘛，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就是比较插进去的时候，我们店里的咖啡机是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机器上的，所以照理来说我手不用一直拿着它，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做我的这个浓缩。这个游戏就是它的机器都比较不一样，所以没办法。那我们就只好让牛奶等一下了。好，起来。好麻烦哦，然后发呆等它泡好，有点无聊。好，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们店里都是那个玻璃小杯子，就是永远在这，所以浮在空中，所以我很习惯先拿小杯子装，但是其实可以直接在那个就是这个游戏里面可以，实际上也真的可以直接把那个浓缩让它萃取在那个马克杯里面是可以的。好，反正我们就是要画画嘛，那我们来画个爱心。啊，好丑哦，好丑哦！我还是用中等的笔刷好了，超级丑。啊，算了，随便啦。其实还可以，有点丑哎，不像爱心哎。现在有汤啉的喝。啊，好了。他突然变得好和善了，为什么？不会丑吗？真的吗？还有一个 latte， 好，一个 latte， 没讲就是热的，你不要客诉我就好，谢谢。超出他要求的范围，哦，所以我是不是试着在他范围里面会比较好啊？他也没跟我讲怎样的，他也没有打分数，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好哎。可是气质不太够啊，这应该是不能这样补打，超过了啊，这变卡布了。好，没关系，你就喝卡布吧，反正价钱一样。啊，什么圣杯？抢杯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哦，我们就来，不是抢杯啦，抢杯啦，突然不会讲话。啊，有像哎，对耶，超像的啦，真的，那也不错啊，别有一个那个感觉。哇，这那个牛奶会飘来飘去，好逼真哦，做的真好。哎，这个有比较像了，这个比较像了，不是这个好像蛇哦，你有没有觉得？其中一笔长得超像蛇，它有一个尖尖的那个爪头，不是喙齿哦，是爪头，舌头。哦，都叫爱心五行哦，五行那个。有像那个跋杯的杯，迄上杯，不是什么意思？没有人告诉我生命会这么的艰难，然后我要一杯拿铁。哎，前面是在讲什么？无聊的客人啊，也是有，确实会有这种莫名其妙很喜欢跟你聊天的客人。然后通常那个就是已经很忙了，不要跟我聊天，我不想跟你聊天，谢谢。实际上打工的时候都是这种感觉。而且很瞎欸，有一些是明明后面就有人在排队，然后他还硬要跟你多聊两句，就是你好吧，我是没差啦，但是确定欸。这有时候因为可能我的使用声音的习惯不太好，我的发声方式不是很正确，所以我如果长时间讲很多话，我就会很容易觉得很累啊。可是要帮客人点餐，你就是一定要一直跟他讲话，所以真的会没什么心情跟你聊天。对，这没办法，因为我的时薪也是只有最低薪资，所以不要要求那么多。啊，哈哈，好丑啊！我滑鼠现在有点不听使唤，这是什么东西？我本来就不会拉花了，然后我在这个游戏里面也还是不会拉花，怎么办？来看看他会说什么。还可以，他不在意。对，有些人根本就不在意那个拉花。有一些客人呢，就会在你拉了一个很漂亮的拉花之后，直接撒一堆肉桂粉在上面，直接盖掉，然后直接搅拌它。哦，那刚才拉好玩的哦，那他的心态健康啊，但还好我不会拉花，所以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不在乎。真的啊，真的会啊，因为客人他就不一定在乎拉花嘛，这有办法。他就想要加肉桂粉啊，你也不能说他怎么样啊，不然他要怎样？不然他要说哇，你拉得好漂亮哦，然后一样加一堆肉桂粉上去，那好像只是更嘲讽好，我下次要试试看。没有啦，我不要这样子，这样好坏啊。太
坏了，这样太坏了，这样那个会他会不开心，他就会乱做。咦，我怎么知道店员不开心会乱做呢？该不会是因为我没有？我不知道啦，没有啦，我怎么知道？太棒了，又可以拉花了。虽然我一点都不想拉花，我觉得好麻烦哦。我们可不可以客人有要求要拉花的时候再拉？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嘛，这人之常情啦。我觉得大家去外面吃饭喝饮料，就请不要得罪那个服务你的餐饮业人员好吗？不是我拉很丑，不是故意的啊，我是因为就技术就真的差，这也没办法嘛。我拉得漂亮也没有比较多钱。可以升级一下，我想要有更方便的磨豆机，谢谢。好啦，讲归讲，其实做这个工作也还是蛮有意思，就是钱太少了，偶尔也是会怀念一下，就是疯狂做饮料做不完的那个日子，想想也是蛮刺激的啦，偶尔也是会想玩一下。办法哦，已经转身离开了啊，好丑！哎呦，我的滑鼠还是我的手啊，是我的手不听使唤了。哎，你拿铁。哎，好哎，这是什么？爱心啊，爱心啊，那个每个人的心那个都长得不太一样，这个叫人心，就是有很多变化的。可以用电绘板确定也没有，这样我做饮料很难做哎。所以他要带我来看他找不到的猫是吧？啊？他想要找我帮忙，好。我说他以前他年轻的时候，这里是个很发达的车站，是吧？哦，他以前是那个叫什么？他是车长哦。好。对啊，我在想，哎，他为什么一直这么在意这个车站？这是什么支线，是不是？好啰嗦哦，我只想做咖啡。哎，他就是会一直把我拉到这里，跟我讲一堆话之后说好，我们还是回店里好了。这个人是怎样？哎，你要喝什么？他想要latte，好。还是我应该要那个拿出我那个打工的时候的那个朝气蓬勃，假装朝气蓬勃那个感觉。哎，你好，今天想要喝什么呢？啊，好怀念哦，好久没有这样虚情假意了。好久没有这样虚情假意的招待我不在乎的人了。哎，没有啦，我在乎大家，对，跟那个店里的客人不一样，这个是有亲疏远近的。好，我们等一下演一下好了啦，我们等一下入戏一点，真的来还原一下我平常打工的时候都跟客人讲些什么没礼貌，没有，都跟客人讲些什么话吧。因为很怕被客诉，所以其实我还是蛮有礼貌的。只是有一些客人就一副想要跟你装熟，然后想要讲一点垃圾话那种时候，我就会得逞，我就可以跟他讲一点垃圾话，我就很开心。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哦，你的咖啡，来，趁热喝啊，烫有没有胡椒啊？耶！不要在工作的时候跟你聊天，你会生气是不是？不是，我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下一个？哦，我可以升级哦，我都付不起啊。哎，可以耶，我们可以有那个了。真的好想要，我们的杯子可以有刻度了啊！我们很需要这个。没刻度怎么可能做饮料？有一些你需要量比例的饮料，你就是要有刻度才有办法做。
不然你凭感觉做，就有时候就是会味道就会不对。好，我已经画够多爱心了，那我现在要干嘛？他现在要教我画郁金香，郁金香很难呢。如果有玩过拉花的朋友，郁金香比较难，就最简单的是爱心没有错，所以它其实是有照这个顺序的。OK， 所以郁金香是一堆爱心组合的啊，不行，我忘记。下一个是清明上河图吗？对。没有啦，再来应该是天鹅吧，天鹅也蛮难的，天鹅也是蛮复杂的。清明上河图，你的咖啡要很大杯才有办法哦。不是吧？清明上河图之前应该是先画蒙娜丽莎吧？你不要骗我了，对不对？蒙娜丽莎都画不好，画什么清明上河图？还是好大声，盖掉那个我们蒸牛奶的声音了。偷调一下。对啊，画完咖啡就冷掉了，不用喝。很复杂要确定哦，我画的时候它旁边牛奶是有在减少的。大家看到吗？牛奶是有在减少的，但实际上我们拉花不是这样子啦，拉花不是这样慢慢给你画，通常比较就真的拉花是你倒进去的时候，你就直接把整张图完成了，对，非常困难。但确实长得蛮像拉花的，他觉得不错他其实蛮 nice 的。很漂亮吗？谢谢。Come here。好，他又要干嘛？他要来看我的拿铁拉花拉的怎么样了，是不是？我骗他，这是商业间谍，我们要来骗他，很简单。完蛋了，我们现在要表演给他看，是不是？Steaming alters the flavor of the milk。你怎么蒸会影响到牛奶的口感？确实。好，他继续去练他的郁金香拉花了。去，不要吵我，谢谢。他跟我说他的另一半要跟他一起分享一杯拿铁，但是他也想要自己喝一杯，所以他要2杯。好啰嗦，你就直接跟我点2杯就好了，我不想知道，谢谢。但我觉得这个也有文化差异耶，就是好像台湾的客人，虽然我没有做过外国的啦，但是就是从一些他们的，就是他们有一些短片啊，一些生活短片，还是有的没有的，看起来他们比较会在点餐的时候跟客人多聊天，但是台湾就没有这个，比较没有这个习惯，好像就是至少我遇到的客人就都是直接跟我说他要什么，只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要什么，或是他不知道那个正确品。对，所以比较没有遇到，就是真的会多聊几句的。我要画这个麻烦的好丑实在是不太想画我就不能，我的店就不能直接不提供拉花吗？请问大家喝咖啡的时候很在乎拉花吗？因为我自己不在乎，我不知道现在在现场的各位有没有很在意。点咖啡的人比较少聊天，所以你有做过其他的餐饮类的，然后其他样会比较会聊天是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做过其他的，我就做过咖啡店。太棒了，我们这个牛奶先蒸好，我们就在旁边给它慢慢放慢慢放没关系我们慢慢放的时候也不要摇它，它等下就会那个奶泡跟牛奶就会分离了，然后就拉不了花。其他类型的客人比较喜欢聊天真的假的？所以点咖啡比较多是那种文青还是什么沉默寡言的人是吗？对，我也不在乎拉花，我就觉得好喝就好。当然，如果可以拉得很漂亮，也蛮厉害的。
但是我还是会把它破坏掉，因为我会喝它。对，所以我觉得，而且如果是外带，你知道我们咖啡店是外带杯也可以拉花啊，就是你把那个盖子打开，你就看到里面是有拉花的。可是谁会打开呀？谁会呀？没有人会啊。好了，拉的还可以啊。好，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你就是要喝拿铁嘛。对啊，都外带还要拉花，有还是会有会有客人明明就已经点外带，还是说他要拉花，就是可以啊，但是为什么你真的要？不需要吧？又不会比较好喝，而且你打开，怎么不说外带给我马克杯？这有点太瞎了，但是我们店里有卖马克杯啦，所以你可以自己买一个。你就可以把它外带了，好不好？好好笑哦。真的是什么客人都有不是，我现在只能拉这个吗？我不能拉爱心是吗？我现在只能啊，因为 Max 有叫我们多练习嘛，原来如此。外带马克杯会啊。我们会有那种，因为我们有卖一些吃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听说有客人不太聪明，他觉得你点那个外带之后，那个装他的那个器皿是可以带回去的，就他以为可以带回去然后他还叫店员帮他洗一下，因为他要带回去，然后那个店员就直接傻眼。对，这是我听说的，我没遇到，但听说有遇过这种客人，我觉得超有趣。什么意思？你是要热一点吗？他想要他的 latte 是热的，所以你是要更热是吗？你是要更热吗？因为我们店可以做更热，但是他这个游戏没有告诉我可以做更热，那应该是不行。真的很瞎啦，真的很瞎。这怎么会觉得可以？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叉子也是老是超快吗 ？Steamy 是说超快吗？我以为它是要很多蒸汽特别热。很多蒸汽的话，你可以点咖啡。这样讲我们店的筷子也是不是筷子，我们是叉子跟汤匙也是照三餐被偷就算了。我觉得就是偷，有这么多蒸汽怎么不去三温暖？真的我觉得偷叉子跟偷汤匙，就是虽然不可以，但是比较好理解，但是那个会觉得那个装食物的器皿可以直接带回去的是怎样啊？他也不是要偷他是真的觉得可以带回去，还叫店员帮忙洗好荒谬对啊，偷餐具的人干嘛来咖啡厅？哇，你要不要看看这个人在说什么 ？Mornings are for coffee and contemplation。他说早上就是要喝咖啡啊！现在几点？现在晚上7点半。好啦，有些人的早上也是啦，我也会在晚上跟大家说早安啦。但是该骂的、该吐槽的还是要吐槽一下吧。对啊，为什么要偷那个每个人都用过的餐具啊？为什么要偷那个被很多人用过的叉子啊？怎么不自己去买一支？他刚醒也是啦，我也是，我作息有时候比较乱，也是晚上起来我就说早安，可以理解，但还是得吐槽。等一下，请问我奶有蒸过了吗？我真的忘记了，我就当作有吧。真的忘记了，应该有吧？为什么不能拉花？我是不是做错了？那应该是做错了。我刚没蒸是不是？真的算了，随便啦。我也刚醒，做错是合理的。升级很慢我都不能做新东西。我刚没蒸吗？算了，我不知道。我下播之后补档才知道。好，报新闻，随便报一报。不是，好，跳过，耶，继续做。我要赚10块小费，好，我要做好一点才有小费。做错了，会直接丢掉啊？丢掉，重
重做，要做好一点才有小费。我现在要非常认真，非常专，哇 ，perfect， 太棒了！有认真做，果然有差。好，我要偷偷多做一点事。好，来，我来试着做一杯完美的咖啡，来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想做也是做得到的啦。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耶，是我最喜欢的拉花哎！啊，好丑，我拿不到小费了。啊，好随便。重点不是拉花，重点是好喝，一定好喝。不太爽哎，怎么好意思啊？你怎么不自己拉？好，你也要喝拿铁，对嘛？哪有人在那边只点 espresso， 点一堆 espresso 的？正常人都嘛，最常有客人点的就是拿铁，至少我们那边还有美式，对，这两个是最常有人点的。还可以啦。呀，我想试试看这个游戏有没有办法一边做浓缩一边蒸奶哦，好想知道哦。我有点不敢，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了。看起来不错哦，看起来有前途。再来就是拉花。但确实我之前曾经有给客人就是没有拉花的咖啡，然后他就说不是都会有拉花吗？然后因为我们店都宠坏客人，所以我上司就说那我重做一杯给他，然后他就重做一杯有拉花的给他了。到底是怎样？可以不要这样宠坏客人吗？他拉花他也没有先讲。他原本要拿铁，然后突然改他要冰美式，这也是蛮常有的啦。不要在做到一半的时候才改就好，做到一半才改就真的是很烦。对啊，要拉花先讲我们是卖咖啡的，不是卖拉花的哇，太多了，他等下要跟我说不好喝，好麻烦。还很常有那种啦，要去冰不先讲的啦，不加糖不先讲的啦，都做好了才讲我是会通灵是不是？我看起来是会知道哦。对。没有啊，我们店就是都宠坏客人我们是连锁的我们都宠坏客人，就是都还是会给他换他满意，好，太棒了，没那么挑，这是个好客人。我也是觉得很瞎，所以我不做了。拿铁好，但是我也没办法，店也不是我在经营。物料也不是我在叫，好，我就负责打工。那好啦，随便啦，开店的人没意见，我不想管。那个浓缩一定很难喝，那个水过量了，水太多了，完了，他等下客诉我了，他等下又要不给我小费了，好可恶。对啊，难道点餐的时候还要问甜度冰块？因为照理来说，这是咖啡店，不是饮料店，所以照理来说也没有在直接问你甜度冰块的。而且通常咖啡预设没有在加糖嘛，要加糖你要另外说。对，加牛奶可以吗？对啊，怎么可能？你点拿铁，我就是认为你真的不太爽就是你点拿铁，我就会认为你应该要知道里面有牛奶。真的。Stuck in the他习惯每天喝拿铁，那所以你要喝什么？就是有这种你要看我给奥 K 画的饮料吗？我不会画，我真的不会画。对，但是有机会可以再告诉大家我遇过的有哪些奥 K，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之后有想要开一个，我自己也觉得听起来蛮有趣的，你们听听看。我之后想要开一个
也是同步阅览，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看那个一些咖啡店连锁咖啡店的 Google 评论。因为之前我还有在打工的时候，没冲到气。因为我之前还有在打工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苦中作乐的娱乐就是看 Google 评论，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 OK 或是一些很好笑的，就是你会觉得他怎么会留这种言，我觉得蛮好玩的，所以我们之后可以一起来看。对啊，当然我不会直接就是全部开我们店的啦，不然大家都知道我在哪，我不是很想。但是我们就可以多看看各间不同的店，好不好啊？里面可能有我的店，可能没有。对啊，不要去猜，不要想这件事情。对，那就感觉会蛮好玩的。他很满意耶，我觉得我做的有点不好，但他很满意，太棒了。没错。好烦哦！我要玩好久，他才让我买新东西。我的下一个升级应该4等的时候，我可以买新材料。我离4等还好遥远哦，怎么那么痛苦啊？是不是因为我饮料品质太不稳定了，有太多那个被退钱的？不晓得。我根本不知道他经验值怎么算，他根本没跟我讲。我要赚45块，跟什么？服务4个客人，好。还有一个好消息跟个坏消息，请说。好消息是我不是最烂的。坏消息是我也不是最好的，好，谢谢。Rosetta 什么是 Rosetta？ 这我不知道。啊，这到底是什么？是叶子的意思啊。对啦，还有叶子的，我都忘记还有叶子的拉花了。这很难，我觉得很难。就是你在拉的时候，你要左右摇出那个叶子的那个叶脉。对啊，实际上我不会，所以我没办法真的做给大家看。然后这个游戏的拉花又不是真的很逼真，好，没关系，我们看看它这个游戏里面怎么做。但大家如果有在咖啡店看人家拉花，应该可能蛮有机会看到的，或是你们 Google 看看拉花叶子，可能就可以看到。倒一下来。换Max 很急耶，他的耐心掉得很快哦。拉花喽！不要，为什么？蛮漂亮的，大概吧。有前途哦，对不对？还行啦，好像还行好像还不错。好，还不错，太棒了。他是被骂的那个，他是被嫌弃做得不好的啊，他还在做爱心，好。他说他的客人都还会怪他的那个 espresso 做得太焦掉吗？算焦掉？好啊，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好，一杯热拿铁。热拿铁。对啊，怎么可能焦掉？不可能！他那个机器怎么煮都不可能，除非他机器有问题，还是他太厉害，他直接把机器搞坏啊，那也是没办法。好烦哦！不要画这么麻烦的图好不好？给你一个爱心，你就要感恩了，你知道吗？没有在拉花的，以后拉花要收小费。以后拉花就是也有一个价目表这样子，看你要我拉什么啊，越难的越贵啊，
哎，很合理吧？哎，瑟西恩午安，你好。听说你有当过电猫是吧？那你一定对这个游戏应该也稍微能有一点感觉。耶，拿铁，哎，磨豆都磨来磨去，真的假的？真的有拉花加钱的，超合理。你要制造我额外的麻烦，你就要多付钱啊，对不对？超合理的，我支持，我支持店家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点没有拉花的，因为我真的不在意。耶，你还开了，谢谢你捧场，好感动。不然我其实有点怕没人看，因为我开这个时间是我之前确实是都是这个时间上班，所以我觉得开这个时间好像蛮有感觉。哎，是我蒸不好吗？怎么没有拉花？为什么？为什么不拉花？好，算了，随便喝。你们老板坚决不拉花，好好哦。哎，太扯了吧！他说这个喝起来感觉不安全，怎么可能？没拉花你就这样？好，你来杯拿铁。好，我们是老板都会叫我们要学会，啊，我就一直教不会这样子。因为我学的也是蛮仓促的啦，所以我觉得不能完全怪我。我是没有很认真没错，但是因为钱也不会变多，所以我就没有想要认真，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吧。哎，这个蒸奶的声音也是蛮疗愈的，偶尔听一下蛮疗愈的。啊，每天要听就蛮忧郁的这样。为什么啊？到底为什么刚刚那一杯不能拉花？应该蒸的还行啊。好，麻烦的叶子。因为像我们真的是比较资深的员工都会拉，然后就变成说。很多有一些客人就会认为应该是每个人都要会啊，我就不会，我就比较烂，我就不会。对啊，有些人就会明显看起来很失望，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其实我对我的薪水也蛮失望的啦，所以你不孤单。没有啦，不是有病哦。他点一杯冰拿铁跟一杯热拿铁，然后混在一起变温拿铁，他是在讲笑话吧？应该是开玩笑的吧？是认真的，他是认真的哦。你怎么不直接点一杯温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种时候不是应该都会跟店家说我想要一杯常温饮料吗？然后店家就会跟你说我们没有做常温哦。但我们有，我们就真的是专门在宠坏客人。我们有，你要什么我都做，你讲得出来我就帮你做啊。你做太奇怪不好喝我也不管你。耶，是我最喜。为什么又不能拉花了？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但算了，我不是很在意，反正也不是我要喝，没关系。太棒了，然后是冰拿铁，冰拿铁简单啦，一样啊。冰牛奶直接倒下去，然后我们先加一下冰块。好，加了。他不理我啊！好，补满耶，满杯可以出了。为什么这杯长这样啊？还是我蒸太多，它变卡布啊？它才上面都白的，我很疑惑哇，它整单退掉冰拿铁明就是做对的，明就只有一杯不对。好，热拿铁，真的是 OK， 明明就只有一杯做错，你给我整单退掉，你好意思？你回去就拉肚子，我跟你讲。超凶，是我很凶还是人家很凶？人家很凶吧，他先凶我的。我跟你讲，我现在玩这个游戏为什么比上班快乐？其中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我上班不能凶客人，但是我现在可以，我现在可以骂爆他，我就突然就没压力了，你知道吗？啊，我刚刚是不是直接忘记蒸奶啊？有可能哦。好，随便，没关系，那个都过去了，我们就不要计较了。希望我的客人也不要计较，主要是他计较也不能怎么样。耶，拉花咯，随便拉一拉啊，你随便喝一喝，反正都是咖啡嘛。好，你的拿铁。
哎，他满意，谢谢。哦，这升级真的是有够慢的，不能玩新饮料，好伤心。好，没问题，我们今天挑战一下，能升到4级好像就不错了哎。好漫长的游戏哦，怎么会这样？这个游戏就是它是手机游戏，在 Google Play 就可以找得到，所以有想玩玩看的人，可以直接拿出手机，你在 Google Play 直接打 Good Coffee Great Coffee 就有。它好像可以解锁饮料，其实蛮多种的，但今天一定玩不到那么多，那你们可以有兴趣可以自己玩玩看。这样它是要热拿铁，我先倒来。好听，好像有点过头哦，算了，随便。大舌头应该没那么厉害吧？怎么可能每个客人都喝得出那么细啊？不然真的不想拉花哎，还是我就写个不拉，好丑，不会写字，不拉哦，我就是不拉，看你怎么样。金舌头马请什么意思？哎，他 OK 耶，他 OK 耶。啊，你说那个嘛，就是懂喝的金舌头。终于出现了什么？乱拉一通，对，没错。哎，他接受哎，我是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判定你的拉花啦，他可能也分不出来我是在乱拉还是怎样，对吧？特色调饮，我就乱做，你就乱喝，没关系。啊，反正你点餐有时候也是乱点嘛，没关系哦。你就要看到乱拉，你早说，我就早开始乱拉了。我还可以乱做饮料，然后，好，这样有。这有点难控制哎，好怀念哦。想当初，实际上上班也是不太好控制。好，倒下去。太棒了，是我最喜欢的乱拉花时间。还有，今天送你这个叫做漩涡，不错吧？长得好像鲜奶油哦，我真有创意。来，你接受吗？他接受，很好，很好。看吧，没有人在乎拉花。好，热拿铁，我就知道，大家普遍都不在乎拉花吧？喝起来对比较重要，战死那个拉花。哎，我一开始都是很认真拉的，但我突然想通了，好像随便做也没关系。礼物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主要是我好久没开，应该吧，有点久，因为我这礼拜开比较少。哎，我没蒸奶，好随便，我没蒸奶。拉一个宝箱怪有点太难了。好，热拿铁。我一直忘记蒸奶，我每次只要牛奶先倒，我就会忘记蒸它。这个在实际上上班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个看起来就是很明显啦。实际上那个它这游戏没做那么细，但是实际上那个你牛奶有蒸过跟没蒸过，看起来差蛮多的。所以我真的上班是我太早按掉了，垃圾。重做要先磨豆，好麻烦。拉宝箱怪好像有点有趣哦。对，表面差很多，它有一层泡泡，它会就蛮疗愈的，有点漂亮，会差蛮多。拿铁要蒸奶吗？要啊，你要蒸过。如果热拿铁的话，就一定要蒸，然后蒸过才有办法拉花啊。冰的就不用，冰的没办法。冰的有冰奶泡这种东西啦，但是不是每家店都有。等一下，我刚刚有蒸过吗？是不是还没？对，还没。我知道之前便利商店好像现在也有冰的卡布，对，可是它那个冰奶泡跟热奶泡那个做法是差蛮多的，那个要另外特别专门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好，宝箱怪拉花，我自己长怎样有点难复刻哎，有没有？我的眼睛，不错哎。
好啦，差不多啦，看不出来，看起来不像宝箱怪。拿铁对，所以反正热拿铁要真奶。他不太满意耶，我拉花拉太丑，你意见很多哎，你怎么不自己拉？蜡烛呢？我省略了，好麻烦。蜡烛那个再下一杯，这一杯我们来拉蜡烛好不好？魔豆还行啊，我刚刚是不是粉也太多，所以不好喝？好吧，要求真多。好，开始有那种上班的感觉了，遇到一些让人很不开心的客人，真的哎。下一杯要拉，刚刚那个有舌头，好不好？你们看不出来哦。刚那杯明明就有舌头，很不明显吗？好，太棒了，拉花，这个拉蜡烛。有吧？这显然是蜡烛吧？这个是它的灯芯，显然是蜡烛。啊，真的看不出来，怎么一张眼拉花变这么抽象？对不起啦，对不起。哎，这个蜡烛就不抽象了吧？这绝对是蜡烛，非常明显，满分，谢谢。还不太爽是不是？没什么好说的。这是杯子吗？也是蛮像的，蜡烛跟杯子好像确实有点像，是不是再玩一天就可以升级了？还是要2天，好麻烦，而且我体力快没嘞。它这个游戏有体力限制哎，什么烂游戏？我也买不了什么东西耶，这还可以关掉哎，好方便哦。那个什么沙威玛传奇的那个升级都不能关掉，很麻烦。没什么好买的耶，好吧，继续默默工作，有够麻烦。来，你们可以说说看，你们想要看我拉什么拉花？欢迎许愿，你们等下就拉什么给客人。在考试了吗？哦，没有。额外任务，不要被退货，然后做5杯完美饮料。还要3杯，不是你那个热拿铁，你等下放一放就冷掉了。而且热拿铁你放一放，那个奶泡跟它也会分离呢。他是想要一次买起来，等下慢慢喝哎，不建议哦。你还是给我慢慢一杯一杯来买哦。冰的就算了，热的哪有这样？算了，没关系，有付钱就好，我不管。好麻烦。一次给我点3杯，有咯，有感觉咯，有那个很烦的感觉咯。哦，他的慢慢喝是连续喝哦，那就跟我一样嘛，我的慢慢喝也是慢不到哪里去。好啦，我们今天要他那个任务要我都不要被退货所以我应该要稍微做得好一点。啊，用磨豆好烦，豆磨来磨去，豆磨来磨去。他是在磨豆还是在补豆子啊？应该是在补豆子才对。这个才是在磨豆，豆磨来磨去，豆磨来磨去。哦，怎么也不是很有耐心啊？他已经74%，我才做到第2杯，你是在急什么？急式汉堡是不是？是在急什么？刚那杯端给他了，还是他自己拿走了？有些客人会有些客人那个出餐也不等你叫他，自己拿了，然后他还拿错，有这种哦，很烦哦，超级烦哦。因为很多咖啡长得比较像啦，然后就是颜色都是咖啡色，他就以为是他的，我也还没叫号，他就很自动把它拿走，我还要把它追回来，我还跟他说啊，先生啊，小姐，这杯不是你的。想起了很愉快的回忆呢，这是个好游戏。好游戏越玩越生气，太棒了！我们终于做到第3杯了，他的耐心只剩下58%。不是你点3杯，你就是要等啊！你是觉得做咖啡很容易是不是？你怎么不自己做？
啰嗦的人。哎，而且你还要拉花，很气哦，很气哦。哎，随便来啦，随便喝一喝。然后你的3杯，拿去啦。人是人，好了，他很满意。来，再来。Water down 哦，好，冰美式，我们不直接讲。气。哎，怎么又要没豆子了？这个容量不是很多。哎，太棒了，我速度变快了，我现在终于学会一次多做点事。耶，你的冰美式拿去啦。人是人，很好，很好，再来，快点！你要什么？你要冰拿铁，很好，我最喜欢做冰拿铁了，因为是很容易的饮料，非常简单，最喜欢做简单的饮料了。真的，打工的时候那个冰拿铁跟热拿铁，那个做起来感觉差很多，因为冰拿铁真的好快，然后就好快乐。就是你就该加的冰就加一加，啊，你就这个 espresso 好了就直接进去，然后牛奶加嘛，哎，太棒了！没有，我们冰块到最后加了，但是这只是个游戏，我们不要太在意。你看冰拿铁就是这么迅速，你还可以一次做好几杯。我觉得最疗愈的就是连续做很多杯冰拿铁，是真的蛮疗愈的。他不知道要什么哎，好，冰美式，好，冰美式。不要太在意，对我们不要太认真。玻璃杯数量减1又要爆掉了，对，还好这游戏玻璃杯不会爆掉，不然很麻烦。搞不好是塑胶杯啊，有一些店为了怕客人摔破，会用那个亚克力或是耐热的塑胶杯，也是有的。哎，我的冰块啊，想说怎么铲不起来。塑化剂咖啡，它应该是耐热的啦，它应该都会有食安的规定，所以应该是 OK 啦。我想只要是正常经营的店家，应该都会注意这个问题。敢不敢用塑化剂拉花？我是不敢喝啦。哎，我没有做的都完美吗？很挑哎，这个游戏对那个完美饮料的要求有够高的啦，烦死了。没关系，有一些店是你内用也可以用外带杯的。对，他这个吐槽好好笑哦，你们的热开水要收钱哦，那最好是有符合那个价值哦。真的耶，这游戏的热开水居然要收钱吗？我是觉得他可以自己回家煮热开水啦。屁啦！喝热开水喝这么开心，还给小费哎！哦，什么人？你们有看到吗？他跟我说热开水很好喝，然后还给我小费。等一下，他是要热的吗？应该是吧？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人？比星巴克还什么意思？你说星巴克的？哦，星巴克的热开水应该是不用钱吧？我记得好像不用钱。我是没听过有热开水要收钱的咖啡店啊，说真的，通常应该都不会收钱吧？你去外面一般餐厅吃东西，水应该也不用收钱吧？至少台湾、欧美我是真的不知道，应该不用吧？萨莉亚也不用，各种有提供水可以装的，应该都不会跟你那个水都不会跟你收钱啦，应该是。啊，如果他要站着位置充电的话，应该要收钱。对，那我觉得就是每间咖啡店的经营方式不一样啦。像如果你是那种独立的咖啡店啊，就是你不是连锁的话，你可能会比较
会比较正常的在做，我觉得比较正常，就是你应该不会想让客人不点餐也可以在那边坐着充电吧。但是有一些连锁就我没蒸奶啊，算了，你随便喝。但有一些连锁的就是会把客人宠坏，还偷拿厕所卫生纸吗？没关系哦，我们店之前是会被偷拿叉子哦。我觉得偷拿叉子比偷拿厕所卫生纸严重哦。大家来 espresso 好棒啊，最轻松的饮料。点热水没机会拿到叉子，有道理。如果他点一杯热水，然后跟你说可以给我叉子吗？我要把水分子插起来，我也是拿他没办法。哦，但有一些会进袋外，什么意思？什么烂客人？哇，他开始给我扣耐心呢。不是，你来点餐你就给我磨什么？什么意思？对呀，你也不讲你要热的冰的，你是觉得牛奶直接挤出来，从牛身上挤出来是冰的，是不是？你要我通灵，我也会给你热牛奶，你怎么不？等一下，他要冰块吗？他也没讲好，给他冰块。他要奶，他没有说冰的热的呢，我哪知道？他给我说冰的他也没讲要不要冰。他不要冰块，你怎么不先讲啊？烂客人。Espresso 好，不要跟我说你那个意式浓缩要冰的就好，那我就真的不行了。这是烂客人刚刚那个好烂哦，好气哦，有上班的感觉哦，非常有感觉哦。不是你要奶你就给我磨啊，你也不讲冰的热的啊，我给你冰的，你要去冰你又不先讲，我哪知道？什么烂客人？不会自己去便利商店买哦？不是，你要冰牛奶，你怎么不去便利商店买？冰美式好，而且咖啡店直接点牛奶，一定比你在便利商店买牛奶贵啊！你要热的就算了，因为便利商店你微波加热跟用这个机器蒸出来不一样。可是你点冰的，你还不要冰块，那你在这里点干嘛？干嘛？为什么？怎么会有这种客人？我不行，他想要有咖啡店香气的牛奶。好，他给我100分好客人，但他没给小费，烂客人。你觉得我做得很好，你不要嘴上说，你倒是给我小费嘛。太棒了，再做一天应该就有新东西可以玩了。希望今天不要再遇到烂客人了，好现实，对不起。但我好像没有遇过会特别赞美我的客人，好像没遇到过。反正就是要 espresso 嘛，讲话讲得那么迂回呢。对不起，我是很现实，不是。我们店的小费是共产主义小费，就是我们的小费是共用的，所以我做的比较好，那个小费也是所有人在平均分。什么叫平均分？就是如果员工旅游或是员工聚餐的时候会从那里拿钱，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所以我根本也没吃到啊，所以给小费我也不会比较开心啊。所以我觉得啦，对我来说客人就是乖就好。我不要5星级拉号，才不会，怎么可能？没有遇过这种要求不可能！有人给我提这种要求，有客人给我提这种要求，我现场打死他。首先根本就拉不出来，真是够了。对，让我最开心的客人其实是怎样？他跟我说他要冰牛奶，然后里面要加那个意式浓缩跟冰块，你就直接讲冰拿铁好吗？冰拿铁3个字有很难讲吗？有吗？哈？好，反正就是
好啦，他至少点的是简单饮料啦。我最喜欢的客人就是点简单饮料的客人，不要点什么麻烦的要死的，我就可以接受。我以为他要点冰牛奶，害我本来很开心。冰牛奶最简单，我只要倒一杯给你就好了。哎，这个渐层好像蛮漂亮的哦。这游戏可以有多复杂？我本来期待它可以更复杂。如果可以更复杂的话，就会更有那个上班的感觉。比如说，同时要我做5杯饮料，我觉得啊，头好痛。它2杯 Americanos 加在一起，什么意思？反正它有2杯，好，那就不要给我讲 mix together 啊，吓死我！等一下，它要热的吗？它冰的还是热的？它冰的还是热的？你们有看到它冰的还是热的吗？我先坐在这个里面。你们有看到它冰的热的吗？我忘记了，没讲就是热的，那应该是热的吧？是热的吗？是热的吧？是热的吗？啊，他说那个嘛，他要那个 hot water， 所以是热的。好，没事没事了，大家不要紧张，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应该啦，没记错吧？好慌乱了，等下又要被客诉了，又要客诉了，谢谢，杯先拿去。啊，过头了。热美式讲错了，哎，2杯热美式好了，好，很好，太棒了，他满意。哎，你好，今天想要喝什么呢？他 espresso 跟1杯热牛奶，哎，你怎么不一起点？你怎么不点1杯拿铁？你好啰嗦哦。没关系，有牛奶先。还没，好的。呀！哦，这个是关门课，讨厌鬼。等一下，这个先拿去，然后杯子，然后来蒸奶。我这么喜欢喝热牛奶。好，棒了，这个应该就不用拉花了吧？热牛奶没办法拉花啦，拉不起来。没有咖啡没办法。为什么你还可以有不满哦？这我又哪里做不好了？你说啊，你也讲不出来嘛？那你还嫌？耶，升级了，终于，我们终于可以啊，鲜奶油，好，鲜奶油。我们可以有鲜奶油了，那客人就会很啰嗦的说要加鲜奶油。然后这是什么？草莓丁哦，草莓酱，草莓丁。完了，英文不好，好像也没钱，升级不了其他东西耶。啊，太棒了，我们可以玩新的一天了，好棒！不是啊，我们可以玩新的饮料了啊！我刚刚没看那个哎。他没有跟我讲配方哎，我应该会做吧？他应该会再教我吧？好。奇怪，我研发了新饮料，然后你只给我点浓缩吗？没关系，是简单饮料，我接受。草莓咖啡，如果是草莓拿铁的话，应该还合理吧？就是拿铁比较能加一些有的没有的。拿铁有蛮多糖浆可以加的啊，像应该蛮多咖啡店都有卖那种风味拿铁，对，就是它可以加什么榛果糖浆啊，或者加个香草糖浆啊，还有什么焦糖糖浆啊，然后它要冰美式啊，对，如果加个草莓糖浆好像还行吧，还可以，又没豆子。
过这游戏不用自己叫货，太棒了，不然会很绝望。自己叫货、自己补货、自己洗碗，完蛋，会玩到哭。韩文可以。啊，他要 espresso， 好。哦，真的假的？冰美式就是从 Americano 来的吗？好酷哦！这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韩语，我从来没有听过，好酷。但是我们店里之前有来过韩国客人，但是我们店里来的韩国客人他会用英文点餐，可是日本客人不会哦，日本客人会用日文点餐哦，日本客人会直接用日语跟你点餐，然后就要稍微动点脑筋啊，因为我也不会讲日语，所以我必须。他要什么 espresso 啊？这个冰美式好，对，也蛮好玩的啦，也蛮好玩的。然后就是要进入那个比手画脚的环节。对，日本人敢跟外国人讲话就已经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已经有挑战性了。当然不是每一个，但是对呀。但是他们既然都出国玩了，应该也是有一点心理准备吧，也是有打算。或是他也只能他是要冰美式吗？他是要冰美式啊！他是要冰美式啊！哦，算了。Triple order of espresso， 所以他要3杯 espresso。好，比手画脚，不是那个匕首，不是不然就是觉得全世界要配合他讲，他就是不要乱讲话好了。动漫里面的外国人都会讲日语，那看来没有啦，现实就不是这样子，现实是很现实的哦。本日经典名言，我觉得我讲的太好了，请大家学起来，跟我念一遍。现实是很现实的，无意义。对，那也没办法。没关系，他至少愿意跟我玩比手画脚游戏啊，我觉得蛮好玩的。真的蛮好玩的，我就会拿出那个菜单来，然后就会跟他玩比手画脚，还有用我残破不堪的日语试着跟他对话，但是就真的很残破，没办法。我们的菜单上面有图片啦，所以还行。是啊，你点的ice latte 好，不是啊，刚刚那位他点的是那个呢，他点的是意式浓缩呢，意式浓缩喝起来不好喝，你也只能检讨机器啊，也没有什么我参与到的部分呢，我就只是把它从机器里面按出来呢，不好喝你就是检讨机器，你检讨我也没有用，或是你应该检讨自己，你太晚喝了，真是的。上个班还要教育客人，好累哦。没有啦，没有在教育客人的啦，我都觉得他们教不会。喂，不是我不是啊，对，还要检讨咖啡豆，没错，这也是。不是我买了新材料啊，怎么都没有让我用到？还是因为我没看配方？没看配方就不给我做吗？我来看看，配方在哪？在这里，哈哈。啊，不是，这不是啊，这不是配方哎，这不是 recipe， 这是 receipt， 好笨哦。啊，没什么事可以做哎，怎么可能？还是他还没教我，他等下会教我吧？为什么我不能做新饮料？痛苦！我材料都买了，怎么不让我做新饮料？快点！他要冰拿铁，好，你的冰拿铁等一下就会好。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通常做冰拿铁的时候是先下咖啡才加牛奶，但是有时候我们怕那个
那个就是这个意式浓缩，它在空气里面放太久，它味道就会不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先加一点点牛奶，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下去，味道会比较好。对，但是你看最后出来渐层就没那么漂亮，它这个细节有做出来，好棒哦，好厉害哦。但喝起来应该一样啦，所以不要挑。什么？怎么可能？喝起来明就一样？不可能，不可能！还有2杯冰美式，好。不可能，喝起来明就一样，少在那边。对啊，它那个渐层有做出来，它那个差别有做出来。不是，你又不是用眼睛在喝，你不要渐层看起来不漂亮，就在那边。对啊，这游戏有些奇怪的细节倒是意外的很不错哎。啊，还是因为我刚刚它那个我萃取的太久啊，也是有可能。挑，比我还挑。没有啊，我根本就不挑。我对咖啡是不太挑的。哎，玫瑰块拿去，还是我又做错饮料，我根本就不记得他点了，没有人记得。啊，有点多，算了，送你。哎，看到他的那个手机，哎，对啊，这个按下去可以干嘛？等一下，他会等我吗？他好像会等我。recipe 啦，在这里啦。哈，我先买材料是买好玩的哦。我还要升到6级才有新饮料可以做，耍我？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可以这样哦？先买好玩的，还是它是客制化会加？我多拿一个冰杯，拿去。2杯冰美式。我做错了吗？不是冰美式吗？啊，他没讲哎，应该是热的啊。不是，这个人是怎样？他真的要真的，传说中的我要拿铁不加糖不加奶哎，各位观众，不行，传说中我想看他中文怎么写，我很好奇。好，没那么好笑，他没有翻得很口语。各位观众，他要拿铁不加糖不加奶。What？ 哇，你知道哎，你知道是美式哎，那你还在那边？我要生气咯！我要请你喝一杯热美式，冷静一下哦。我要请你用脸喝，好可怕哦！这已经犯罪了，我开玩笑。不是，你自己也知道，你就不要。烂客人，还给我生气！你看他现在心情，他心情掉超快的，还是他听到我在呛他，他不爽。你还给我生气？你在那边点餐给我乱点，你还给我生气哦？啊！都几岁了，不要在那边开不好笑的玩笑，好不好？你看喝起来不错，那你就给我耐心等，好不好？对啊，下次直接点一杯热水。你是咖啡极简主义者，你要什么 ？Espresso 好，给你一杯热水，好不好？还是我给你粉，够纯粹。完美。多说的客人，真是够了，这些人，真是够了。来啦，你的 Espresso 啦，要喝不喝随便。他是觉得挑剔吗？我做错吗？没做错吧 ？Extra shot on the side， 所以他另外一个 shot 要放旁边。他刚刚那样讲会让人有点以为他是要那个美式，但是要多一份浓缩。但是没有，他多的那一份浓缩就只是一份浓缩放旁边，所以他要的是一个美式跟一份浓缩。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好好直接讲嘞？这些人是觉得这样很有趣吗？是怎样啊？如果我之前打工上班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念客人，我一定会很快乐。但是我不行，但是我不能。不是我水这样分2次加，他会不会给我那边挑剔啊？应该不会吧？
他说不加进去是没错啦，就不能说他要一杯浓缩跟一杯冰美式就好吗？在哪？好了没？好的。啊，我们今天一定不可能做到新饮料啊！认真吗？认真吗？它看起来是有一个任务，是我要蒸出完美的牛奶。可是今天根本没有人点牛奶饮料，我当然蒸不出来啊！我做不到这个任务是我的错吗？好，反正就是这样。结果这个都没用到哎，我买了那个新材料都没用到哎，怎么会这样？好过分哦！怎么可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做错了什么吗？Recipe， 它都要6等哎，它等级要6才能做哎。啊，那我真的是先买好，我可以蒸了不加，真的哎！我怎么没想到？原来他是叫我要每天要自主练习啦。我原来是我没搞懂，原来是我没 get 到，他是要我每天自己练习蒸奶。啊，有没有加进去不重要啊，原来是这样。好啦。那我看今天是玩不到新饮料了，但我们也稍微体验到了，该骂的客人也骂了啊，也有点累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今天来捧场。然后我们下次直播什么时候？我们下次直播是礼拜六。礼拜六，因为之前有开一个表单让大家投稿那个新名字的预测嘛，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开店辛苦了没有？不辛苦啦，这个假装上班而已，所以还好。真的上班比较辛苦，假装上班没关系，可以骂客人也是蛮好玩的。对啊，等一下我把那个表单挖出来，你们等我一下。好，就是因为我下礼拜1会变成人形哦，我要开那个，我要人形化了，我会有新的样貌来跟大家见面，然后我就想说，给大家可以来帮我取个名。新名字有个新感觉，那还没投稿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投稿新名字，然后我们礼拜6就会来开箱大家投稿的新名字，对，所以礼拜6 6点，我们就记得来看新名号开箱，然后再下一次就是下礼拜1了，下礼拜1就是我要变成人形了，下礼拜1这个比较重要啦，这个比新名号重要。下礼拜1晚上7点，记得来哈，记得来看，我准备了一个非常盛大的这个大平台哦，请大家来，谢谢，对，恭喜人形，谢谢你的恭喜，我自己也很期待，所以就是大家刚好有空的话来一下，对。当天不会抽狗狗咯啊，也不会特别抽什么，但是就是请来啦，谢谢，拜托来一下，当天也会提供那个非常精美的餐点，但是要自备哦，然后也会有那个饮料畅饮，但是也要自备哦，这样可以吗？这样应该很有吸引力吧？好，那你们就自己买一买，然后就在那个荧幕前面哦，那你们就来共同这个同欢这样。好，就这样。好，那我们就礼拜6再见。好，谢谢大家。这个今天开店很开心呢。好，那大家拜拜。